今日會拆解鄭恩地、IU、花莎三位歌手嘅優勢同埋限制。鄭恩地嘅高音係直接向前推嘅，聲音有壓力感，會正面撞過嚟。但係佢有個小限制，情緒有時會收一收，唔會完全爆到盡。原因在於鄭恩地出道之前把聲係更強大嘅，但入咗 A-Pink 之後，因為要配合啲歌嘅風格，所以把聲收咗好多，變得冇以前咁強大。不過整體仲係好有控制力、優勢、力量加推進感，情緒比較收斂，為咗團體而調整。花莎把聲係比較有鋒利感嘅，聽落有切割力，情緒好直接，但係都有個小限制，某啲高音轉嘅時候力度會差少少。原因在於花莎曾經試過失聲，所以某啲高音位要就住嚟唱，唔可以完全放盡。不過整體落地仲係好穩。優勢，情緒鋒利加表達力。小限制，狀態變化比較明顯，聲帶層有壓力。IU 把聲係最柔和、最擴散嗰種，唔係撞你，係慢慢包住你。但係佢都有個小限制，爆發型嘅壓力感會少啲，偏向情緒延展，唔係衝擊背後嘅故事。IU 曾經患上二煙管開放症，耳朵失控，彩排好似地獄，台前唔知唱唔唱到，佢幾乎想放棄，但係佢冇用意志補足身體嘅限制，將情感滲透做到極致。所以佢嘅唱法唔係唔夠力，而係響最大限制裏邊揾到最靚嘅表達方式。優勢，情緒擴散加穩定。小限制，爆發壓力感較少，異疾影響但堅持。三種形態，三種高音。IU 柔中帶韌，用意志撐住情感。花莎風中帶穩，受傷後更成熟。鄭恩地實中帶收，為團隊而調整。三個都經過磨練，你鍾意邊一種？